各位老友，今晚想同你哋講個古仔先。大概2年前有個後生仔拖住個閪，揸住53000蚊現金走嚟我張台度。佢個樣你哋知唔知？好特別，唔係嗰種輸緊錢嘅慌張，係嗰種好興奮、好自信嘅樣。佢一坐低就同我講：師傅，我研究咗20分鐘，揾到個系統，今晚我贏頸㗎啦！我當時心諗20分鐘，你知唔知我哋呢啲叫老千精嘅荷官啊？喺呢行浸淫幾十年，見過幾多所謂系統？馬丁格爾、拉布數、跟龍追冷門，乜嘢花款都有。呢個後生仔佢嗰套所謂系統，無非又係加大注碼，輸咗就加倍嗰種。我冇出聲，因為呢個場唔到我提佢。頭半個鐘佢真係贏到佢眼都發晒光，不停同旁邊嘅人講：見唔見呢個真係 work 㗎？佢個聲越嚟越大，籌碼越搭越高。有幾個路過嘅賭客甚至企埋去佢後面睇，跟埋佢落注，一齊起哄。嗰一刻佢係全場最耀眼嘅人，但係我知呢個只不過係時間問題。跟住落嚟嘅2個鐘，莊閒交替嘅節奏開始唔跟佢諗嗰套劇本行。佢加大注碼，想追翻本，輸多咗，佢再加大，跟住53000蚊連本帶利喺我面前5個鐘之內清袋。我見到佢最後嗰刻嘅樣，唔係練路，係一種好深嘅茫然。佢望住張台，望咗好耐，好似想揾翻啲乜嘢解釋，但係揾唔到。佢同我講嘅最後一句說話係：師傅，我張機票都要問人借錢先翻到屋企。各位，呢個古仔唔係為咗地笑邊個。我喺呢行做咗咁多年，見過嘅帶系統嚟嘅鬥客何止1個2個，有大學教授，有做金融嘅，有講到自己識埋機率論嘅，通通都係同一個結局。喺我個場入面，我最中意就係一啲帶埋系統入嚟玩嘅人，唔係因為佢哋叻，係因為我知最後埋單嗰個一定係我哋。真相得一個，你哋要記實，冇任何下注系統可以改變百家樂嗰1.8×6嘅莊家優勢。呢個數字唔會因為你點樣落注、幾時加倍、跟唔跟龍而改變分毫。系統只不過改變到你輸錢嘅節奏，即係話佢可以令你贏得快啲，輸得慢啲，又或者贏得慢啲，輸得快啲。但係最終嘅結果喺數學上已經寫定咗，莊家優勢係台面設計嗰一刻已經鎖死，任你點計、點跳、點追都改變唔到。好多人以為自己揾到嘅係破綻，其實佢哋揾到嘅只不過係一種心理上嘅安慰劑，一種令佢哋覺得自己有控制權嘅幻覺。呢種幻覺喺短期之內可能真係會俾你贏，但係你坐得越耐，台數玩得越多，個機率就會越準確咁行翻出嚟。呢個唔係迷信，係數學。我喺呢張台後面坐咗50年，睇穿晒所有贏錢嘅幻覺，亦都送走咗一個又一個帶住希望嚟帶住空啦走嘅人。有啲嘢冇人同你講，你就會蒙在鼓裏一世。如果你想睇通財富背後嗰個殘酷嘅真相，而唔係做一世被幻覺牽住鼻子走嘅賭徒，請即刻關注我。喺呢度，我唔會同你講花言巧語，唔會賣你所謂必勝法，我只講真話。喺講落去之前，
我想先問你哋一個問題，你有冇諗過點解鬥場由頭到尾都唔會禁止你用任何一套系統落注？點解冇一間鬥場會喺門口貼張告示，話馬丁格爾系統嚴禁使用？答案好簡單，因為佢哋唔驚，佢哋唔止唔驚，佢哋仲好鍾意你用。因為每一套所謂系統講到尾都改變唔到海面嘅數學，各果佢哋改變嘅，只不過係你落注嘅節奏、你嘅心理狀態、你留喺台面嘅時間，而呢三樣嘢正正就係鬥場想要嘅嘢。而家等我逐個同你哋拆解清楚，呢個系統可以話係最古老，亦都係最多人信嘅一套原理。好簡單，輸咗就加倍落注，贏咗就打回原形。咁樣一贏就可以追翻之前所有輸嘅，仲要多賺翻一個底注，聽落好完美，係咪？100蚊輸咗變200，再輸變400，再輸變800。理論上只要你贏一鋪，全部蝕本一鋪，清晒呢套邏輯喺紙上面計，永遠都啱。因為只要你有無限嘅本金同埋張台冇限紅，你確實遲早會贏一鋪，將之前所有輸嘅一次過贏翻晒。問題係兩個條件喺現實入面一個都唔存在。呢個系統嘅死穴喺我張台面前赤裸裸咁擺喺度，你嘅本金有上限，而我張台係有限紅嘅。即係話，如果你連輸7、8鋪，你張注碼可能已經由100蚊跳上去幾萬蚊，老早就撞晒天花板，俾你再落注。到嗰陣你冇得再加賠，冇得翻身，得翻一個字清袋。而且連輸7、8鋪嘅機率喺百家樂，絕對唔係天方夜譚，係實實在在會發生嘅事。喺一場正常嘅牌局入面，連輸6、7鋪嘅情況，隨時一晚就出現1、2次。我見過一個生意人用馬丁格爾由100蚊輸到第9鋪，注碼已經升到成25,000蚊一鋪，佢個樣好似賭緊自己間廠嘅生死咁，成塊面都青埋。第9鋪佢輸埋，第10鋪佢張卡已經 cap 咗落唔到注，佢企喺度望住張台，一句說話都講唔出。嗰種差一把就翻身嘅感覺，有冇試過令你傾家攞產？喺留言區寫低你最慘痛嘅一次教訓，等後生仔驚下。都好同馬丁格爾啱啱相反。呢個系統教你贏咗就加倍，輸咗就打回原形。表面睇好似穩陣好多，輸極都係輸嗰個原本注碼，唔會愈輸愈大。理論上呢個系統嘅風險管理比馬丁格爾聰明好多。佢嘅出發點係用賭場嘅錢嚟賭，即係你贏翻嚟嘅籌碼先至攞去加碼，本金永遠留喺後面。但係呢個系統嘅死穴唔喺數學，喺人性問題出喺邊？贏嘅係紙上富貴，輸嘅係真金白銀。你連贏2鋪、3鋪，個腦已經開始飄飄然，覺得自己摸到條路，好想再鬥多一鋪追第4連勝。但係到咗嗰一刻，你已經唔係跟緊個系統嘅紀律，你係俾貪婪牽住行。系統本身想叫你見好就收，但你嘅腦入面已經冇收呢個字。我見過一個後生女仔用反馬丁格爾連贏4鋪，跟住個系統嘅設計理應要打回原形，重新由底注開始。但係佢冇，佢話我今晚啲手氣咁靚，點捨得停？
跟住第5鋪，佢下咗一注，比原本大4倍嘅注碼輸埋，佢又贏緊4鋪嘅籌碼，一鋪清晒，仲失埋本金。呢個系統嘅悲劇喺於佢原本設計得幾好，係人性親手將佢毀滅。3連勝嗰陣，你真係忍到手起身走，覺得自己意志力強嘅，喺留言區打個得字我睇下，有幾多人仲未被現實打臉？呢個系統聽落好高深，用自然數列嚟進退，1、1、2、3、5、8、13咁樣咁排落去，輸就跳前1格，贏就退後2格。喺數學圈子入面，斐波那契數列本身有一種與生俱來嘅美感，同大自然嘅螺旋、花瓣嘅排列都有關係。所以用呢個數列嚟包裝一套下注方法，聽落特別有說服力，特別有科學根據。但係數列本身嘅美同賭博嘅結果係兩回事。佢確實比馬丁格爾溫和好多，唔會一鋪爆升去天價注碼。佢嘅增值速度係線性咁樣慢慢加，而唔係倍數咁樣爆升。但係佢嘅死穴只不過係崩盤慢啲，始終都要崩。而且講真，喺我張台前面，冇乜人真係可以喺嘈喧巴閉、燈光昏暗、成班人圍住日喊嗰種環境下，準確咁記得自己而家跳到數列邊一個位。我見過太多人數到中途記錯咗自己而家應該落幾多注，跳咗1格，甚至跳咗2格，結果落錯注碼，將本來已經好脆弱嘅風險管理完全打亂。鬥場咁嘈，你個腦記錯數嘅機會仲高過你中獎嘅機會。呢個系統睇落優雅，實際上只不過係一種比較好睇嘅慢性自責方式。佢唔會令你即刻爆煲，但佢會慢慢一步一步將你嘅本金煉食清光。呢個系統嘅邏輯係輸就加注，贏就減注，講求穩定同均衡。呢套系統源自18世紀嘅法國數學家達朗貝爾，佢本身係研究概率論嘅，但佢用喺賭博嗰度嗰套邏輯，其實犯咗一個好根本嘅錯誤。佢背後有一個好大嘅假設，就係概率係公平嘅，輸得多遲早都會贏返嚟，一切終歸會回歸平均值。呢個諗法叫做圖電誤，即係話你以為過號發生嘅事會影響將來嘅概率，但係百家樂每一鋪嘅結果喺洗牌之後，理論上都係獨立事件。上一鋪出莊唔會令下一鋪出閒嘅機會提高，但係呢個假設喺百家樂呢張台面前完全企唔住腳。百家樂俾你嘅期望值永遠係負數，唔係因為你運氣衰，係因為呢個遊戲設計出嚟嗰一刻，台面已經寫死咗莊家嗰06扮出優勢。你用達朗貝爾系統，其實係逆住本能去對抗一個根本唔存在嘅公平。落錯注碼多少唔會改變骰盅入面出邊隻牌嘅機率。我見過一個中年男人成晚坐喺台面度，不停咁話：我輸咗咁多，遲早都會翻本嘅。佢用達朗貝爾，輸就加一注，贏就減一注，睇落好有紀律，但係佢嘅心入面其實一直被一個錯誤嘅信念支撐住，就係均值一定會回歸。佢冇諗到喺短期之內均值回歸呢樣嘢，可能要幾百鋪、幾千鋪先至真正顯現。而佢嘅本金撐唔到嗰一日，你相唔相信運氣手
覺得輸多咗下一把一定會贏嘅人喺呢度集合。我話你知現實有幾殘酷。如果話前面幾個系統係傻仔玩法，1326可以話係最聰明嘅一種，佢分層管理風險，追求4連勝，贏就逐步加注，輸就打回原形，睇落好有紀律，好似真係識計數咁。呢個系統嘅設計理念係將注碼分成1、3、2、6、4個單位，每贏一鋪就跳去下一個數字，一旦輸咗就打回1嘅位置，重新開始。呢種設計令到你唔會好似馬丁格爾咁一鋪就爆升去天價，亦都唔會好似反馬丁格爾咁完全放任氹念。佢係4個系統入面聽落最有紀律感嘅一種，亦都係我見過最多所謂專業鬥客推薦嘅系統。但係佢真正嘅死穴喺於佢令你輸得碎、輸得慢。你唔會一鋪清袋，你會一蚊一蚊咁喺等大獎嘅過程入面被慢慢磨走本金。佢唔會嚇親你，但佢會慢慢陰乾你個銀包。我見過一個退休人士成日嚟我張台用1、3、2、6，佢話呢個系統好穩陣，每次輸都輸得唔多，但係我睇住佢1個月入嚟5、6次，每次都輸翻少少，慢慢佢個銀包好似俾人用針慢慢篤穿咁，遞晒血都唔覺得痛。到佢真係發現自己輸咗成10幾萬嘅時候，佢已經冇咗嗰種即時嘅痛感，因為每一次嘅損失都細到唔會即刻俾佢心痛。正正就係呢個系統最陰險嘅地方。講句真心話，佢令你坐得愈耐，我就愈開心。所有系統講到尾都係教你點樣分配資金，但冇一個系統教到你點樣改變運氣。你覺得喺我個場係運氣緊要定係數學緊要？講下你嘅睇法。講到尾，大家要明白一樣嘢，百家樂唔係遊戲，係一門生意。你以為嗰爭暖黃色嘅燈係為咗俾你舒服？你以為張梳化椅咁鬆軟係為咗俾你坐得耐啲舒服啲？你以為免費嘅嘢飲係老闆疼你？錯晒！所有嘅一切，燈光、座椅、酒水，通通都係為咗一個目的，削弱你嘅理智，拖長你離場嘅時間。你坐得愈耐，台面嘅優勢就愈準確咁行翻出嚟。而呢盤生意就係靠時間同機率，慢慢咁將你嘅錢搬到我哋嗰邊。呢盤生意經營咗幾百年，由歐洲嘅貴族沙龍去到今日燈紅酒綠嘅同城，玩法變咗，包裝變咗，但係核心嘅數學結果一日都冇變過。每一張台喺設計嗰一刻已經寫死咗一個對莊家有利嘅百分比。你贏嘅每一鋪係機率入面容許嘅波動，你輸嘅每一鋪係機率遲早要行翻出嚟嘅結果。呢個世界冇任何一套系統可以逆轉呢條數學方程式。咁樣係咪即係話冇任何方法可以保護自己？唔係，我做咗50年，見過贏得漂亮嘅人，亦都見過輸得體面嘅人。佢哋嘅共通點唔係識乜嘢系統，係識2條線，子選線同子形線。理性嘅鬥客只有一種，帶住2個數字入嚟，夠鐘或者到咗數，無論輸定贏，即刻拍拍臉友起身走。呢句說話你哋要記實，唔係話輸咗要走，贏咗又想追多鋪，而係入場之前
已經同自己講死，輸到邊個數或者贏到邊個數就企身走人，唔俾自己有任何猶豫嘅空間。因為喺呢張台面前，人性永遠係最大嘅敵人，唔係我哋嗰1.06優勢。我見過真正贏得體面嘅人，佢哋入場之前會同自己講：今晚我帶1萬蚊，贏到15000就走，輸到5000就走。佢哋唔會理會旁邊嗰個人贏成10萬，唔會理會自己差一鋪就翻身。呢種感覺，佢哋淨係認住嗰2個數字。呢種人喺我張台面前，我最尊重，因為佢哋唔係嚟同數學對抗，佢哋係嚟娛樂，同時保護緊自己嘅底線。我從來唔賭錢，因為我知道數學係唔會呃人。呢句說話講咗50年，我仍然信嗰啲自以為聰明嘅系統，馬丁格爾又好，斐波那契又好，1、3、2、6又好，講到尾只不過係幫間地基已經空咗嘅屋加層靚嘅外殼咁解。屋企根基唔穩，你點裝修都好，一場風雨就會打回原形。呢50年嚟，我送走過無數帶住系統入嚟嘅人，佢哋每一個入嚟嗰陣，眼神都係一樣嘅，自信興奮，覺得自己揾到咗個秘密。而佢哋離開嗰陣嘅眼神，亦都係一樣嘅，茫然失落。有時仲要問人借錢先返到屋企。呢個循環喺我張台面前重複咗幾十年，主角不斷換，但係劇本從來冇變過。睇明咗呢套邏輯，你已經贏咗90%嘅鬥圖，因為90%人連呢個最基本嘅認知都未過到。喺呢個充滿陷阱嘅世界，唔止賭場、商業世界、投資世界，通通都係同一套邏輯。表面嘅系統、包裝嘅承諾，背後往往都係人性嘅弱點俾人利用緊。我仲會為你拆解更多商業同人性嘅底牌。點擊關注，我哋喺頂峰相見。